呢個就係你3萬蚊入手嘅度假屋，呢個環境水天一色嘅景觀，4個字概括啊，神清氣爽啊！為咗娶老婆嘅禮金，當然要努力工作啦。今日呢個絕對係港人至愛嘅灣區生活度假屋嘅當然之選啊！只需要3晚就有業主巴士往返香港兩地，衣食住行落樓即達，而且仲係一個有山有水嘅生態湖區大城添。講緊嘅話，仲係片區首個新區4代住宅。100%實用真真正正嘅零公攤，而且依家仲有埋仆毛，送埋個價值10萬嘅產權車位俾你添。OK， 唔多廢話，即刻睇樓。咁現時講返錦繡國際花城嘅交通情況，由香港出發經港珠澳大橋過關5個字就可以返到屋苑，同時屋苑亦開通咗往返香港荃灣以及旺角、尖沙咀嘅流巴車，加到加一站式嘅便利，出門左轉便是坦洲快線，可以接軌港澳高速以及深中通道，1小時內就可連通大灣區各個城市。而回歸花城周邊嘅環境配套，電梯落樓就有巴士站點上落車，2個站，揸車5分鐘線上嗌車，連標都唔使跳就到達嘅坦洲中心。呢度有皇爵廣場啦、合盛百貨1+1、潤泰商業廣場等等嘅商業配套。逛街睇戲食飯話咁易，譬如平時有啲咩頭暈身慶啊、中醫調理，距離花城1.5公里，揸車5分鐘便可到達嘅坦洲2級中醫院，都會為你嘅度假生活保駕護航。佢嘅亮點唔局限於上述。教育後網方面亦是相當出色啊，還有着12年目送式嘅後網配置，由新生兒出世開始，幼稚園啊、小學、中學、高中，通通都喺家門口已經實現。當然，歷經15年嘅發展時間，日常嘅生活需求，呢個屋苑最大嘅亮點 slogan 係湖居生態大城。佢最大嘅獨特之處就係擁有着20萬方，講緊係成300畝地規模嘅生態湖，選擇呢度作為度假屋，實唔會有錯。尊貴嘅業主冇錯，呢個就係你3萬蚊入手嘅度假屋，呢個環境水天一色嘅景觀，4個字概括啊，神清氣爽啊！1300尺做咗4間房，配埋呢個8米長嘅大露台，主人房仲有270度開揚嘅落地玻璃俾到你。OK， 請閣下驗收。